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罗西亚发射飞弹空袭乌克兰，可能是为着要拿走飞弹。乌克兰的飞弹射歪去，弹到波兰2个人死亡，北约也赶紧开会。今日大股起起落落，落尾收盘是60块，台积电有起7块。另外，做 LED 的新世纪供电也宣布破产。全球第81个人半暝仔伫咧菲律宾出事，联合国也推算讲，70万年内的全世界人口会增加91人。讲到 G7 峰会，各国领袖也等咧讨论这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就要赶紧来停止。不过，罗西亚10个尚无有发射85粒飞弹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乌克兰也发射这哪炸飞弹，介上是有一粒去弹歪去，去弹到这波兰的边境砖头，造成2个人死亡。美国是赶紧召开会议，就 G7 一个北约成员国来进行讨论。外国媒体也伫咧报道讲，这粒飞弹造成悲剧，真可能是乌克兰为着要射这防空飞弹反制罗西亚的空袭。飞弹在地面崩一大坑，车辆险险嘛互崩着。俄国战争超过8个月，即马所有飞弹弹到波兰。俄军第15发射至少85粒飞弹攻击乌克兰的设施。在俄军努力拿走飞弹的时阵，其实有一粒防空飞弹在当地青叶射去波兰的边境砖头普热沃多夫，造成2个人死亡。因为波兰是北约的成员国，美国总统拜登嘛伫印尼紧急召开 G7 甲北约的领袖会议来应对。会合ではどういったお話がなされたんでしょうか。情報交換を行いました。We agreed to support Poland'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xplosion in rural Poland near the Ukrainian border, and I'm going to make sure we figure out exactly what happened. It's unlikely in the minds of the trajectory that it was fired from Russia, but we'll see. 外国媒体美联社用各方的信息报道，也有信息讲，飞弹是俄国制造的，引起外界关注。乌克兰的情势有可能会拖到各国的边界。嘛有3名无要讲名的美国官员讲，落伫波兰的飞弹是乌克兰要拿走俄国攻击所发射的。因为即摆调查也无结果，无法度判断飞弹是倒一个国家的。波兰总统就呼吁各国甲民众爱冷静，当局嘛已经决定要加强国防防备。Zdecydowaliśmy o podniesieniu gotowości bojowej wybranych oddziałów polskich sił zbrojnych ze szczególnym uwzględnieniem monitorowania przestrzeni powietrznej i to monitorowanie przestrzeni powietrznej odbywa się i będzie się odbywać we wzmocniony sposób razem z naszymi sojusznikami. 虽然各国国防部批评这是乌克兰挑衅心结的抢声行为，乌克兰外交部长嘛否认是防空飞弹落伫波兰，双方拢互相批评甲杀责任。波兰嘛已经决定要调见各国驻波兰的大使进行会谈。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讲到即马，这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是扫到隔壁波兰，也因为这波兰是北约的成员国，即回受到炸弹的飞弹攻击，有2个人死亡。北约组织敢有其他的动作呢？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俄俄战争又搁变激烈，俄罗斯发射上8粒飞弹攻击乌克兰大城甲能源设施，传出有飞弹落入波兰境内，2个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除了甲波兰总统杜达通话，也甲7大工业国集团 G7 甲北约领袖召开紧急会议。目前分析弹道轨道，初步判断飞弹无啥可能为俄罗斯发射。俄罗斯甲乌克兰拢否认甲这件代志有关系。美联社报道，可能是乌克兰发射防空飞弹反制俄军的空袭。学者苏子芬分析，可能是 S-300飞弹，乌俄军队拢有是啥的责任，有待查清楚。情势有点混乱了，就有的是那个拦截波兰的那个拦截防空飞弹，拦截的那个弹头，所以现在还是要去确认。因为波兰是北约的成员国，这个气候飞弹崩掉，传出考虑用北约第4条款，当北约成员国伫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也是安全受到威胁的时阵，任何一个成员国提议北约各国会进行紧急协商。不过是不是牵涉第5条款，任何一个成员国发动攻击，都当作对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引起国际关心。那如果说最后不幸发现，就是说的确是俄国制飞弹，而且不是 S-300，是其他系列的长程的2制飞弹的话，那而且确定是俄国蓄意发射，那可能就会启动第5个条款，就进行集体防卫了。但是我想这个几率是相对是比较小的。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到咱的台股，也讲到这台股今仔日是起起落落，落尾是达8.96点。也来讲到台积电今仔日股价上悬捌冲到494，落尾收伫487块，起7块。经济部长王美花今仔日也讲，这股神巴菲特投资台积电，互大家信心，台湾的基本面是真好的，认为有半导体产业伫咧加持。针对着明年景气，也着爱谨慎来面对，也讲唔通悲观。美国股市收悬，但是台股是开悬震动了后行低，波动上悬是攻起14560点的半年线，上价是14481.06点，关键是差176.6点，落尾14500点的关卡有收掉，小可落8.96点。伫美国好野人巴菲特是买一对 ADR 的鼓励之下，台积电16个股价一直起哩，搁捌到494块是起14块，但是波动都无起遐济啊，中场收伫487块，起7块。巴菲特投资台积电也给大家很多的信心，然后有的时候外人看台湾的公司可能比台湾看得更清楚股价的变动，我想都不影响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重要关键的地位。下半年的时候，当时三星因为一些制程良率的问题，所以它有转单给台积电，市场上有一些这个揣测，会不会全部都灌单到台积电身上？那目前看起来的话，高通的执行长这样的一个说明，让大家对原本比较好的一个预期下修，所以导致有一点失望性的一个卖压出来啊。来看明年的景气，外界大多数拢是保守悲观的态度，甚至预测景气的灯号有可能是悲观的拿灯。明年景气落底敢有可能对 U 型反转？财政部长苏建荣伫立法院安尼讲。国会的升息的因素，还有国际对，还有国际能源的这个价格，俄乌战争导致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那这些因素如果未来在几个月内能够逐渐消失，基本上我们的景气应该也相对就会上来。面对明年景气对下骹行，王美花是表示讲，政府会甲基本面顾好，加上国内有半导体来加持，对明年的景气会谨慎，但是唔免伤悲观。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国内做 LED 的新世纪光电，10月开始全部停工，而且甲所有员工拢洗头路，宣告破产。公司表示讲，最近这10年受到中国红线供应链的变数的竞争，一直拢在了钱。受到这大环境影响的，唔那新世纪，劳动部今日也公布上届新的统计，公放无薪假的公司甲人数，平顶礼拜是佫较济。汇丰接到公司要收起来通知，合作的厂商10月透早去厂区，希望会当找到记者的人员。我们有一些设备跟资产在里面，对，然后要过来看看，因为他们昨天联系的窗口也被之前了，所以来看一下后面能够找谁来处理负责。有20年历史 LED 厂新世纪光电，主要研发甲制作 LED 发光二极体、滤镜片、甲镜粒仔。不过最近10年来受到中国红色供应链下价并介绍竞争的冲击，饲了一个真吃力。到处花15个月，为10月开始，公司规个收起来，而且把所有员工辞掉，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股市下市的时候，就差不多大概就会知道了。没办法，找工作吧。他现在好像是银行接管了，银行接管看是不是会当保障我们债权人的权利安尼尔。员工甲合作的厂商虽然是加一条，不过煞是无意外。新世纪早起叫员工倒来开资遣说明会，拢总甲238个员工辞掉。南科管理局甲台南市劳工局有介入做协调，保障劳工的权益。目前有238个员工会全员资遣，那我们会辅导他去请领失业的津贴，也会帮他做一些职业的训练。那如果有要马上就职的，我们会做一个就业的媒合。受到大环境影响的，唔那是新世纪。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到10月为止，实施无薪假的企业拢总有2567间，实施的人数是16850个人，拢比顶礼拜较济。其中以支援服务业、制造业、甲大微小微业3种的人数上济。根据劳动部的分析，制造业的人数大大咧增加，是受到订单减少的影响。若支援服务、甲大微小微等类似的产业，按算的实施到年底，明年应该有机会会当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
APEC 领袖峰会10月举行，台湾代表张忠谋按算伫明仔载暗时会到泰国办国。不过张忠谋住的饭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伫咧同一间饭店发表演说，维安的级数也已经有关了。不过咱的官员表示，拢有安排过，袂去强碰，影响到因的行程。详细检查来访的车辆，经历维安一点都无凊彩。APEC 峰会10月举行，万国四界看到维安警力，除了每一个路口有交通管制，21个领袖代表所在的饭店检查更较严。进入雅典娜酒店，爱一关一关检查。这间饭店内大，那有台湾代表张忠谋，也有越南总理，国家 APEC 企业峰会也直接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一定来这发表演讲，时间刚才差半点钟。代表处对我们妥善的安排。了解。双方的这两岸的官员有没有一些互动的计划？是一个正常的来往啦。好。张忠谋台湾时间17日下晡5点半会到泰国，交界是烦恼中国敢会变一寡出头。不过咱方官员是讲，未有习近平、张忠谋小家的情形，唔免烦恼影响行程。不过这届双方敢会有对谈，也真受大家关心。17商部长会议先举行，由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国发会主委景明鑫代表出席。这6天，然后想要说结合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然后向全世界展示，是对我们其实不单只是我们公司，其实真的是整个泰国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机会。这届 APEC 泰国的主题是开放连接平行，会场内一旦看到环保、绿能电动车厂商，泰国希望疫情了后的开放，国家 APEC 的举办，会当为泰国的观光和经济更加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9合一选举特别高啊，目前查到贿选案件上报有3件件，涉案人数也超过5000人。除了伫桃园、台南检方查到涉嫌现金买票情形，伫花莲也出现一桩为着要选举故意甲户口迁过遐要投票案件。另外，新竹市长候选人的黄虎关涉嫌送人洗片的设备，互检方认定贿选提起公诉。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这民众检举贿选甲英国来比是有增加的趋势，未来也无排除会有关检举的奖金。今天介绍房市冲洗地方。候选人亲身教安怎使用枪片仔的器材，伊是黄元虎，有医师的背景，参加这届新竹市长的选举，即马去用发现以上选民这个器材，构成贿选，去用起诉。台中市新兴里一个姓陈的里长候选人，用西亚会名义涉嫌分洗头毛精、甲泡面来买票，嘛去用苏查甲约谈。检方伫苗栗阁查到一个姓陈的县议员候选人，甲贿选的对象扩大到新住民，招待因食饭，而且花莲县还阁有人囝迁户口，想要互特定的候选人当选。以虚伪迁徙户籍的方式，迁入凤林镇某里民的户籍内。借此预使特定里长候选人、镇民代表候选人、镇长候选人顺利当选，因而涉犯刑法第116条妨碍投票未遂罪嫌。贿选的乱象是真多，尤其9合一的选举，敢若剩10天，这几天疑似涉及现金买票的嘛是愈来愈多，包括桃园、宜兰、苗栗、甲嘉义县市等等的所在拢有。为乡民代表、村里长、甲县议员，拢有查到以500块至5000块买票的情形。因那法务部长蔡清祥回应讲，这届民众检举贿选，甲英国来比有增加的趋势。等这一次选举完了以后，我们会来检讨，如果这个效果不错啊，我们会来提高。无排除要有关检举的奖金。到目前为止，检方已经查到超过3000件疑似涉及贿选的案件，涉案的人数超过5000人，其中有88件是提起公诉。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中常会今仔选举家己举行，要挺家己县市的候选人王玉斌甲黄敏惠。另外，民进党是进行催票行动计划，发布回乡投票的催票影片，呼吁民众爱登去投票、救票，甲乌金派系一个地方政治做一届全部收起来。王敏惠奉上，王玉斌奉上。选前剩10天，国民党中常会选甲家己去举行，替争取连任的家己市长黄敏惠和家己县长候选人王玉斌来辅选，发出敏敏连线家己实现这口号，希望省长、议员、村里长都红不让。这位阿敏啊，要有咱的这位阿敏啊吼，来以后若要做家己县长嘛是共款，来讲对不对？
12月18号，我们才是全部的胜利成功之夜哈，所以绝对不能松懈。而无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黄兆聪进正式过身，中选会依法甲投票日延到12月18。黄敏惠讲，投票率应该降低，呼吁大家集中力量选现任的人。王耀炳是讲，家己是黑米对抗海洋，若当选会拼出嘉义县的竞争力。为台湾挺身而出，1126回家投票。永定9合一选举，民进党是启动为台湾出来的催票行动计划，蔡英文总统爱大家登去家乡投票选对的人，才会当结束乌金地方派系。回家投票就是不愿意让黑金势力继续阻碍地方建设的发展。这一次，不只是在苗栗，在宜兰，在南投，在许多县市，我们都看到地方乡亲渴望改变的气氛是越来越浓厚。民进党嘛发布登去家乡投票的催票影片，邀请苗栗县长候选人市定晶的查某囝网络正红的马道李为做影片的主角。李为讲，这摆选举爱推翻正害的政权含人，唔免流血，只要买一张车票转来。民进党嘛预告选前上尾一礼拜专台的造势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下晡举办这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民众党高虹安和国民党的任经玲一直咧拍这新北市棒球场的争议，加市政府的问题。不过，这民进党的沈慧虹是强调延续公营感，讲工程建设是会砍喺人口减的，无温准为着选举，就来伤害市政府的拍拼。新北市长选战进入激烈阶段，那列白的论战也是上受人注意。翕相时阵，各人比代表会手势了后，公办电视政见会举行。民众党的高虹安甲国民党的林经仁对新北市棒球场的争议一直攻击。而这些事情口口声声说市政府团队要赶快来改善，可是改善到现在都快要4个月了，可是呢，到现在还是被发现有外墙裂开的问题。隔了那么多个月。还在施工。面对公共工程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也会秉持面对错误，而且修正到好。除了新北市棒球场，包括旧城区的发展，也甲解决新北的塞车问题。另外，也有新北县市合并这议题，各方攻防激烈。高虹安甲林经仁批评新北市发展真慢，沈慧虹原来做出回应。林智坚与沈慧虹在7年多来，长期忽视了当地的居民还有摊商的一个结果。林智坚市长不敢面对议会，不敢面对选民，不敢面对问题。其实都是一种人格上的伤害。努力做事，还要面对不实指控。高虹安最近因为造立会争议，高虹安也向选民表达心声。没有想到面临到了就是铺天盖地的很多的抹黑造谣，还有许多的网络上的霸凌攻击。其实这真的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们还是以未来谈这个政策主轴、建设新竹为本。政见的内容究竟实质如何？只要在这边生活的居民也会有一定的定见。讲到互人议论的代志，林经仁甲沈慧虹无愿意加做评论，希望将政见发表会放伫市政的议题。个人对城市的愿景拢有表达，不过火药味也是正重。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全世界人口特别超过81人。根据到外国媒体报道，讲伫咧半暝啊，伫咧菲律宾出事的查某婴仔是全世界第81个人，81个人。这联合国也估计讲，这15年来会增加90亿。除了这总人口数增加以外呢，全世界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今年会达到7亿8300万人，到2030年的时阵，可能会超过10亿人。那讲到这人口数增加和人口老化的问题呢，拢是爱全世界做伙来面对。为纽约到墨西哥市或是明美的新德里，大都会人口伤过侪问题，无先进国家或者是开发中国家的界线。联合国的估算显示，全球总人口伫11月中超过80亿个关卡，按算伫15年之内可能超过90亿。The unprecedented growth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the result of two parallel trends. On one hand, the gradual increase in average human longevity.
due to the widespread advances in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personal hygiene, and medicin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ersistence of high levels of fertility in many countries. 医疗甲营养进步造成死亡率下降，除了互总人口增加，也互65岁甲65岁以上高龄人口比例提悬。联合国估算，目前的数字是7亿8,300万人，到2030年高龄人口会超过10亿，过10年，也就是2040年，超过65岁人口就会到14亿，相当目前印度的总人口。As doctors, we are very happy that healthier babies are being born. But yes, in the future, we have to be careful. How much can the earth or the nature can sustain? That is very important. 不止总人口增加会加重环境的负担，高龄人口比例提悬，无论是先进国家也是开发中国家，健保这社会福利支出的扩张会无法度避免，这拢是未来全球爱面对的人口问题。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讲到美国其中选举是渐渐明朗啊，共和党伫众议院已经摕到217席，只差一席就当变数是占多数政党。资深众议员麦卡锡也去互推选出来，要参加其中的选举。另外，共和党籍的前总统 Trump 15日宣布，要搁再来拼2024年的总统大选。其中大选了后，新考的议员15照传统，伫国会大楼头前的楼梯，徛几排做伙翕相。目前众议院开票还未完全结束，不过共和党已经摕到217席，敢若差一席就会当加做多数党，是真有赢面。未来参众两院的主控权，真有可能是民主甲共和党两党各占一边。共和党员15嘛以无徛名的方式投票，选出加州资深的众议员麦卡锡，加做共和党众议院的领袖。只要摕到众院多数的席次，麦卡锡就有可能伫明年1月初3议长的选举选调，取代过去4年议长佩洛西，加做美国政坛敢若排伫正副总统后壁的第3号人物。I'm proud to announce the era of one-party Democrat rule in Washington is over. Washington now has a check and balance.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a say in their government. 众议院若由共和党来主导，就会当决定倒一寡议案交付表决，更较有法度影响或者是阻挡拜登甲民主党的政策规划。麦卡锡竞选的时阵嘛，几日解讲，便若甲众议夺倒转来，就要对拜登政府甲伊的家庭成员发动调查，也有包括美国为阿富汗撤军、新冠疫情的源头，也有拜登因爸仔囝正常的关系，拢包括在内。In order to make America great and glorious again, I am tonight announcing my candidacy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前总统川普15日在佛罗里达州的海鸥庄园正式宣布要竞争后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虽然伊的马将也是真始终，不过这届其中的选举证明伊的影响力已经无像演过啊，毋但无法度带动红潮，甚至真做负面影响。共和党共主的地位嘛袂知啊，大家任任的副州州长德桑提斯，甲维州州长杨金等人，拢去互传统保守派看作是更较好的选择。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中国目前的防疫政策是要清零，不过这病例数却一直逼出来，只要有疫情就要进行封锁。伫广州15日，就民众上街头表达不满。即马官方也公布上改新的防疫规定，就是加这7天的集中隔离，加上3天的居家健康检测，调整做5天的集中隔离，加上3天的居家隔离。群众连续3周战乱，原来向前，原来救命，情况后山人员无法度去阻挡。中国新一波疫情以广州规模上大，估计增加确诊超过5000例。大家拢在局部封锁可能佫扩大，对当局追求清零目标感觉真野心，也无想要佫承受。相关之秘鲁暴动伫微博已经被删除，当局对这情形无回应。中国当局用极端手段防疫，为反抗情形引发出大家愈来愈无法度忍受，也激发社会矛盾。比如伫运输方面，就发现部分的所在限制关交通物流基础设施、阻断交通、甲凊彩限制货车通行等过度管控问题。坚决纠正层层加码
一刀切行为。国务院11发布优化防控工作20条措施，比如7日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做5日集中隔离加3日居家隔离。关了3年了，也不可能马上就进入这个状态，也不太现实，所以有好多人还有抱着很多的顾虑，没有办法，这个我们只能慢慢来。中国国家卫健委官员强调，为适应疫情变化甲病毒继续变异的情形，新的20条措施目标更加明确，更加具科学性。这显示当局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公共立场，开始软化佮调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最近有真侪世界名画，互人乱判物件情形。即马就传出讲，伫奥地利上တင်主机画家克里姆的作品《死亡甲生存》，互环保人士泼垃圾水，要来抗议这招伊的开采。这款极端的行为，有民众是不满艺术品去互迫害，最后人变做是较关心这环保议题。这个查甫人摕一大袋水的物件破去咧壁顶，画作随乌麻麻规片。工作人员赶紧阻止。另外一个查某人趁机会把手黏伫画作顶悬。Wir kennen das Problem seit 50 Jahren. Wir müssen endlich handeln. Der Planet wird kaputt. Stopp die fossile Zerstörung. Stopp die fossile Zerstörung. Wir rasen in eine Klimahölle. 环保团体最后一代15公开承认攻击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的作品《死亡甲生存》，因对石油的开采感觉不满，选伫石油公司赞助免费入馆的迄天攻击画作来表达抗议。这已经毋是头一届有世界名画变作攻击的目标。最近欧洲各国的美术馆差不多轮流去互环保人士攻击。Ja, ik wilde heel graag mijn favoriete schilderij, Het meisje met de parels, zien. Maar de zaal is helaas dicht en ik denk dat er nu een tomaat aan haar oor hangt. 激进气候抗议行为虽然互一寡民众真反感，不过英国数据公司有关的调查也发现，不少人会因为安尼为环保议题付出实际行动。因为全球的气候问题愈来愈严重，一旦疗伤环保团体的攻击行动，暂时也未停落来。公司新闻牛燕编译。讲到咱国内疫情渐渐稳定，指挥官王必胜今日表示，年底活动是真济，第一阶段户外免挂催案，上紧伫月底就来施行。若政府有批500万栋的高端疫苗，已经用340万栋咯，也有160万栋伫今日到期也会全部废掉。新冠本土病例继续转好，16拜三是增加22631个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三同期是降8.7%。中重症有138例，死亡69例，年岁拢伫50岁以上，有慢性病史。疫情稳定咧降，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讲，催案令要放宽，要加谨慎。第一阶段户外免挂催案，上紧11月底上路。我们年底的活动真的是比较多哈，那这种大型的活动也蛮多，跨年啦、圣诞节了哈，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对于口罩政策都一直的非常的谨慎了哈，那就一再的在讨论。我想最快应该是11月底吧。新冠肺炎来到后疫情时代，但是抗药性的危机才拄要开始。美国 CDC 今年6月是发布报告指出讲，新冠肺炎重症的患者使用抗生素的比例提悬，和抗药性细菌比例增加。咱国疾管署的监测嘛发现讲，交互病房的细菌抗药性比例大增加到9成。医师警告，若继续安尼到2050，台湾每5个人都有1个人因为抗药性细菌感染死亡。很多新冠肺炎到最后可能都是因为用了很多的抗生素，或者是身上有一些侵入性的装置管路在，所以他得到抗药性的机会很多。大部分会死亡的，会医治不了的，很多可能都是抗药性细菌，而不是病毒本身啦。针对这指挥中心强调，会强化每一个病院的感染管控机制，和抗生素合理使用。民众嘛爱破除迷思，莫主动讨要开抗生素，嘛莫凊彩家己买抗生素，莫食别人的抗生素，嘛莫凊彩甲药啊停落来。另外，政府买500万剂高端疫苗，已经用340万剂，还有160万剂16号就要到期。指挥中心未阁延后期会全部销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物件一直起价，计程车也话讲要起车钱咯。这北北基几落的计程车工会认为，油钱车主的成本拢伫咧起，疫情过后坐车的人搁再变少，加上这计程车起跳的绩效7年无改变，
建议爱对这70块起跳变做是100块起跳。市政府的公务处表示，最近的安排时间做审计。台班的计程车伫上山机场外口咧等旅客，本来到机抓到位的时间，加减有人会坐车。不过，阮将讲疫情了后航班较少，一般路人载人客是搁较少。逐工出门空车的时间是比演过搁较长啊。一天跑1000多块而已啊。一天跑1000多块。啊，油钱扣掉呢，吃饭扣掉呢，剩几百块啊。每一样都是吼，餐厅啥拢去，对啊，咱这人可怜。根据交通部的调查，去年计程车平均的收入，营业额每个月虽然有甲4万外，不过油钱、停车费等等的成本扣掉了后，利润敢若剩21996，比基本工资搁较低。包包机几个计程车的工会表示，物价直直起，阮将各项的成本嘛拢有增加，所以工会拢提出起价建议。经过协调整合了后，建议起车的价数为70块起到100块。泰车或者是动红灯跳表的单位，为80秒调整做60秒。另外，增加风台甲落大雨的时阵，加收50块的新规定。相关的方案已经提报去台北市政府。调涨会不会更降低你可能会搭的意愿？应该会，就是越来越高这样。都很久没有涨了嘛，这样可以了。OK 啦。之前我们就是在洽询，就是其他2市的公工会的一个提案的内容，那这个部分我们也经过确认，是内容是一致的，所以后续我们现在正在安排召开整个计程车运价审议委员会的一个就是时间跟期程这样。台北市公共运输处表示，拟定一届调整计程车价数已经7年啊，时空环境甲物价拢有变化，确实有需要讨论。审议委员会会由交通部、台北市府甲各工会，还佫有消基会等等的代表做伙来参与。不过，将基本审议的结果无一定是工会版本。若是通过要调整价数，会有3个月宣导期。若800机7万外架计程车的表要改，上紧嘛要明年才会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坐公车去护车门夹着上的意外是常常发生，因过发生这款的意外会处罚业者。不过最近交通部已经修法，伫市区的公车司机若做防震定有造成过失，造成这旅客着伤者，相当会扣押伊的驾照6个月。一个查某囡仔趴伫涂骹，差一点仔叫后壁的车搞过，因老母赶紧甲救起来。原来公车的运将无等甲乘客完全落车，都甲车门关起来。这种的事件不时都会发生。今麦交通部嘛明定公车的运将相关的罚则。很多司机有的是赶时间还是什么哈，那都不顾人家的事。我赞同因为我妈常常坐公车的时候，因为公司司机太粗鲁，所以她在公车上跌倒。我觉得吊扣有一点太严重了，但是还蛮希望司机可以就是重视这部分。因为若发生市区的公车，就去把车门关起来，若甲人夹到或者是致使乘客跌倒，会以公路法甲业者罚9000块至9万块的罚款，不过并无罚运将。今麦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只要认定是因为运将的疏忽害乘客受伤，就会记违规3点，或者是吊扣驾照3个月至6个月。这个惩处实在是重了一些，譬如有时候，公车已经起步了，或车门已经关闭了，那乘客他还硬要上车，那像这种状况，公车驾驶员难道他就是全责吗？从摄影机来看，到底是谁的疏忽哈？当然是要认定是驾驶的疏忽了哈。修法加重罚则，18就要实施。有客运的业者认为讲罚了伤重，甚至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运将的生活，建议以教育训练来取代裁罚。不过交通部强调讲，乘客上车甲落车的安全，运将有必要爱负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有一个司机员呢，去向别个讲，今年中伊验到检查，检出讲伊的尿内面有安非他命的反应。台铁表示讲，这2礼拜过后，搁再甲伊检就无问题啊。不过有先甲伊调离开司机员的工课。调立委质疑讲，这2届检验的时间让者上过长，固定检验的时间也上过少，应该爱做一个检讨。代替一个姓陈的司机员，6月中做例行性验尿的检查，验出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随即互停职。而且伫2礼拜后，搁一届做检验，结果是阴性。立委质疑讲，验出有问题了后，2礼拜才做复检，时间等了伤久。代替嘛承认讲是无共款的检体，为了谨慎，目前暂时甲这个司机员调去做别项的工课。因为第2次阴性，按照我们的 SOP 啦哈，我们是认定它就是阴性反应的啦。那所以就结案了。
对，民众没有办法相信我们搭乘的火车是否司机是符合安全的状态呢？我觉得他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时间的确长了一点哈，所以第二次的阴性有没有说服力哈？我想这一部分应该来检讨说。目前代替司机员体检又无定期的检查，敢若是一年一届，加上每一季的抽查。交通部长王国材要求代替爱做检讨。另外，针对代替伫过去发生培养马甲德鲁固自强号重大伤亡的事故，有南会拢有提出调查报告甲改善的建议，这些项目拢会提报行政院进行列管，改善才会解除。不过目前解除列管的比率敢若一成尔。有78项改善建议，分散在运工机电。那运工机电里面已经有解除列管的我们用这个数字来表达，所以目前解除列管率有10%。有南会讲，因是独立调查机关，除了事故调查，敢来当邀请相关的机关来讨论改善的进度。不过，伫甲代替进行例行改善进度会议当中，代替费用的改善计划，甲民众的期待有清差。记者综合报道。体段大车拼台湾一定赢！2022世界男女健力锦标赛11月14到20伫丹麦举行。台湾队派出8男7女15名选手参加。伫当地时间15，谢宗廷、黄彦祖、吴依恒3个人甲人摕到4块金牌。其中这40岁谢宗廷伫男子66公斤级摕到这躯夹铜牌、体夹金牌、掠夹金牌、总重量的金牌。其中呢，这体夹的总重量打破中青组的世界纪录。调整喘气的频率较进状态。40岁谢宗廷参加2022世界健力锦标赛男子66公斤级的比赛，第一个项目是躯夹，前2届拢有成功，第3届挑战287.5公斤。躯夹287.5公斤有成功，谢宗廷嘛真欢喜。第2个项目是体操，前2届拢有成功，第3届上场进前，现场的主播讲伊是真正的杀手，刷来伊要挑战217.5公斤，核心抓好在，脚只拼夹好鞍，大力甲杀起哩。体操217.5公斤是8个选手内底排第1的，来到第3个项目硬夹。谢宗廷通过290公斤的成绩，结果这个40岁比赛资历有20万年的国手，躯夹摕到铜牌，体操摕到金牌，硬夹是银牌，综合800公斤摕到金牌。其中体操甲综合是拢打破中青组的世界纪录。健力因为毋是亚洲奥运的项目，颁发综合的金牌时阵是奉送咱国的国歌。女子57公斤级的比赛。黄彦祖伫体操的项目，甲德国选手拢有成功挑战152.5公斤。不过黄彦祖的体重是比对方减0.97公斤。伫10个选手内底是摕到金牌，3项综合是摕到铜牌。今年世运会虽然无得顶，不过即马总算是出一口气啊。We've got a little way to go before we. 男子74公斤级的比赛，咱国选手吴依恒伫硬夹的项目是以312.5公斤摕到金牌。世界健力锦标赛第2天，台湾选手各一天摕到4个金牌，头一天就有4个银牌、4个铜牌，刷来还阁有4天的比赛，还未上场的选手接续嘛会展现因长期练习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防疫计程车伫疫情期间配合市政府接送确诊者，不过即马却逼出公布付钱拖10个月，还未予人。交通局表示，年初疫情大爆发，这派车单逼到10万笔，已经加派人来处理了，按算伫咧年底进前会全部拨出去。每一位客人下车之后呢，看客人接触的地方，然后静置30分钟。喷酒精消毒车内，为了载后一个人客做准备。即马国门解封，通机场差不多敢若剩14%至15%的入境旅客会选择坐计程车。排班计程车司机也是坚守国门的防疫工作。不过，即马煞传出防疫计程车驾驶，伫咧年初疫情发生期间，配合着市政府接送确诊者，煞互人积欠车资9个月至10个月。我们有代垫车资款。那个部分大概是今年1月的时候到现在。你自己本身是被欠多少？2-3万块有。疫情刚好在爆发的时候，北部地区的检疫所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帮他就送到南部那边去。垃圾的车资的部分，我们有代垫。
桃园市高雄局表示，市政府甲机场以及市区机动车合作防疫接送确诊者，提供3种补助，包括疫苗注射机动车、防疫机动车补偿金3500，这拢正常付钱。节俭较济是由机动车司机代付民众，因为配合防疫所坐防疫机动车产生的交通费用。代垫车资的部分呢？我们会逐笔的去做核对，因为它需要去确认它是不是有符合一些相关的请领的资格。高雄局表示，派车收据有将近10万笔，需要用真济人力来核对。目前已经拨付110万，初步估计也需要支付1041万，也已经加派人力加速作业，一定会当在年底前将款项全部付给司机。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决定，未来只要18岁成年，就1200块的文礼金。这个规定对明年3月开始，2005年出世的民众就通领。未来只要满18岁，就当摕到1200块的文礼金。文化部确定推行文化成人礼，引起外界关注。文化部长林迪在月16日伫立法院教育会专案报告表示，会伫明年3月执行。他如果他是那个在3月实施之前就已经有满18岁，还有2个月，那他可以领吗？他当年度18岁就可以领了。民国94年1月1日到12月31日出世的，112年就免满18岁，按算大约21万人。是到透过两厅院的 OpenText 媒台，就当摕到1200块的文礼金，后期1年以来拢当使用。林迪强调，通使用点价一定会比艺放券的万倍金更较济，但条例规拢表示，2届艺放券的消费拢集中伫6都，佮超过5成的人是买车，恐惊会减省到发礼金的美意。城乡差距，还有就是通路分布太少。第二个，因为年轻人18岁，因为经济的因素，他去这个领这个1200块的礼金，可譬如说我要去城市消费，我还要搭车去，不方便。在这个 OpenText 里面的代售的这个表演团体的家数，对，但是现在未来要扩展到包括书店、包括电影院，书店也会有，电影院也会有。对，还有包括各地的独立书店哈。林迪强调，只要有店家有意愿，拢欢迎。电影院甲册店拢会加入到使用范围，尤其是独立册店。若敢要比较法国对无共领域的消费，拢设金额限制。伊是讲有咧讨论规规，以看电影做例，就限定一定要是国片才会当使用。记者怎报道？真侪老大人心脏无力，这血流袂顺，也因为年岁大，无一定会堪得开刀动手术。台大病院使用一种新型的循环辅助系统，建立心脏送血功能，咱做回来看卖。要90岁的黄先生，因为有冠状动脉心脏病、加倒手病、心室收缩无力的问题，常常头晕目暗、走路嘛会喘。经过医生评估，伊接受新型暂时性机械式循环补助系统的帮助，也就是伫心导管手术当中，用碰扑的力帮助心脏甲血送入去主动脉的根部，互血流会顺，解决喘气甲头晕的问题。咱遐睁开迄个大腿啊，10几坎尔，17坎。迄2、3摆，即马拢免，即马直接2楼3楼爬起拢袂喘。医师表示，新型暂时性机械式循环补助系统的手术，目前是针对一寡年岁较大、有严重心脏问题的病患。接受这款手术的人，无需要规身躯麻醉，而且空水比其他的心脏手术更较细，恢复时间嘛较短。那这个新系统呢，它的这一个支持的功能呢是跟叶克膜是相当，但是它的手术的这个伤口比较小，病人恢复比较快。叶克膜的话，目前装设大约可能是半个小时，那这个可能大概是10到15分钟。台大病院表示，这款手术会当帮助一寡无法度动大手术的老大人重建心脏的循环，而且手术时间真短，对老人的体力甲精神较无伤害。目前已经进入申请健保的程序。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伫台东的海边啊，本数是真多。台东县环保局统计，今年净海本数有5.7吨，比去年8.4吨是较少。不过环保局也讲，因为疫情这2年净海的人数也减少啊，这海洋本数是同款多，特别是对着海流来的本数是上介多。
绿岛的旅游旺季结束，有企业组成潜水队，和当地这个潜水教练去海底静海，发现讲有几大片的鱼网啊，甲船路打颠掉着，还佫有鱼啊死去。这个潜水教练身上的收集网内底嘛有收集真侪只里里扣扣的粪扫，惊会影响到观光。我们海洋有一些流浪的垃圾哦，每次因东北季风或大西南气流哦，就会把这个垃圾飘上离岛的海岸。台东的海防线有182公里长，海域的粪扫真侪。环保局统计讲，今年近海的活动就清出水顶甲水下这个粪扫有5.74公吨，其中上介侪是保特瓶，而且伫遮还都当看到真侪去海水溢来这个外国的粪扫，会使讲是扣都扣不完。比较多是看到是外国的一个保特瓶，那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像说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就是口罩嘛。环保局表示讲，今年前海清出来粪扫量比去年的8吨外减2吨外，这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海洋的环保志工的人数减少去，所以扣出来粪扫才会减少。其实咱台湾人甲人当去海底粪扫也是真济，所以讲也是爱心足良田，爱对这个环保教育来做起。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57岁修车厂的头家叫黄志雄，伊对这食物标本的产生真大兴趣，已经做2000多百路。伊也含有志建立宜兰食物资料库，要来巡回展览。一大片的叶啊，放入去手工做的打扫箱内底。伊是57岁修车厂头家黄志雄，为社区大学食物赏识课程开始做食物标本，佮甲朋友斗阵成立大手工府工作室。进行食物采集、标本制作的工作，就知道说，它就是热干跟冷干。冷干要做大型的很难，都是热干。详细介绍食物标本的砍扫手法，也佮正确讲出食物的名、特色甲特点。毋过，伊拄接触的时阵，要记食物的名甲做笔记，对来讲真困难。主要是靠标本制作，可以熟悉食物。伊讲，上山采集的时阵看一摆，这道标本工序看7摆，总共看8摆，安尼敢袂熟悉的。是当我知道，当我跟他认识之后。当我甚至于走在山林里面的时候，那些植物会喊我大雄的时候，我干嘛讲？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只是后到的人，后面才来的人。这些植物，它们早就在这里。黄志雄为2014年开启第二人生了后，已经做2000多个食物标本。伊原本认为为起厝、铺路、扫树啊是当然代志，毋过行入山林，才体认食物早就存在，人类是后面才到位的。并且为需要来签图，伊希望透过伊作品，互人愿意踏入山林，珍惜珍贵的自然资源。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推动原住民青年领袖培育营，但年拢会办营队，带大学的原住民学生行入去部落来学习无同款族群的文化。今年是安排因去到屏东三地门体验卢卡的传统婚礼。正大镇原住民礼俗A小煞主动回叫前进，这就是卢卡特有的结婚礼俗抢婚。哦，对了，屏东大学带全国无同族群的原住民大学生，做伙去三地门的青叶部落，互因同齐来体验卢家的婚礼文化。就是现场的人要吃的话，要分一分。一切都很隆重。同学，你们也要吃吗？好像有研究，就是不能随便乱摆，因为没有人要吃哦。不像表面上面看那么轻松，准备的过程很复杂，然后跟我们自己族群差很多，所以就是认识到很多不一样的文化。对面花环、台地做田手等等，拢互这寡学生动手来准备。因也特别体验到陆界女方唔甘查某囝家人来主动回叫的抢婚活动，互这寡学生认捌到无共族群的文化。婚礼有非常多的文化的仪式，包含我们的秋千下聘这些聘礼啦，还有这些相关的食材，甚至我们这些秋千都是由我们的学员一起来完成的。为着要加强原住民大学生对族群文化的认同，教育部自2018年开始，逐年举办营队，互这的学生行入部落，学习各族群的传统，建立对文化的认同，也打拼来传承。记者综合报道。
地屏东的潮州呢，有一间庙号做道明坛，庙方为着要加这一家子的信仰文化传承落去，决定把土地免费提供给公所使用，希望透过社区营造，打造一个会当对着时代的观光景点。民国15年，有一个中国广东移民来屏东潮州收土地，传天河正教，信徒后来也开馆报道，设一个道明坛，蔡新明。道明坛到搭要一家子，有丰富的道教文化甲资产。即阵地主答应甲土地免钱提供予公所运用，希望透过社区营造、串联观光，打造新的景点，甲信仰推广出去。我们的下一代希望说，我们在地的有具文史意义的地方不要被消失啦，就是让有心的，还有我们的公部门能替我们提供一些资源，让这一个文史能够延续下去，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啊，去延续，就让潮州更好。公所真感谢地主愿意提供土地发展观光，未来规划设公共设施，周边的整修美化生态。另外，卖甲道明坛做伙培训导览员规划行程，让整体的观光资源更加周全。希望经过道明坛跟地方上的一个结合，那我们在潮州这边创造一个新的点哈。那我们未来可能也会串联到所有批拜可经过可能的一个路线啊哈，在做整个大潮州地区的观光动线的时候，能尽可能的把观光客留在潮州的时间拉越长越好。庙方希望甲在地信仰、甲文史资料保存落来，公所嘛希望会当利用道明坛这片土地，开发出展现社区文化的特色景点，甲潮州的观光路线连起来，向游客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卡达世界杯卡球赛20日要开始，各个球团也拢渐渐来到位，真侪球迷已经提早来到，甚至是组成加油队，要来替因所驾的球车赞声加油。不过事先也经过排练，因是步数真短，咱做伙来看卖。卡达世界卡球比赛特别到啊，当地时间20日开幕战，会由地主卡达对战厄瓜多，真侪球迷已经等袂赴要穿球衫。伫大海的街路，甲因介意的球队加油。各个球队已经熟练耍到位。顶一届摕到冠军的法国队，拜二伫大海翕宣传相片的时阵，算是因卫冕的决心。因头一场比赛对手澳洲队，嘛已经开始伫当地做训练。另外，打遮到位的英格兰队，因到饭店的时阵，有侪球迷伫现场咧等，想要亲目睭看到球场的光彩。Yeah, there's a lot of English expats out here, and we're all out here supporting the team. We're going to go all the way to the final, so I'm so happy to be here with all the fellow England fans. We're going to win the World Cup. 同款是讲阿拉伯语言的波兰国家球迷，伊嘛输人毋输阵，团结起来，组织伫大海一个体育馆，排练用无共地方的语言，替波兰地区来参加比赛队伍加油。طبعا احنا بروفاتنا اساسا صار لها فتره يعني ما يقارب الشهر وقبلها كان عندنا فتره استعداد جمعنا الاغاني او الاهازيج وايضا حولناها شلون قدرنا ندمجها شلون حلينا موضوع اللهجات عندنا مختلف اللهجات شلون نقدر نوافق بينهم على اساس انه يكونون مع بعض في الملعب يقدمون شيء موحد 若是少年人伫小世界骹球，连做伙负责人嘛真拼死咧摇旗大声喊，成做大家注意的焦点之一。这场头一届伫咧阿拉伯国家举办的世界骹球比赛，还未正式开始，就已经感受到球迷的热情。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为着要打破性别和年龄的印象，法国有一个加油队是专门招查甫人来加入，这跳起来同款热烈。因是希望讲社会爱来了解，这查甫人无一定是乌狗囝，也会当变做是迷人的乌鸟。体彩球这边倒朋友，动作流利搁整齐。到南岛这关的表演的时阵，观众是欢喜甲一直叫。法国北部城市里尔这场初轮比赛的加油队演出的时阵，让观众感觉有够精彩，因为因的表演真有活力，而且所有的成员拢是查甫的。这个加油队就是啦啦队的名是争夺者。2016伫里尔的初轮俱乐部成立，目前成员大约15个人，年岁是对30到40外岁拢有。争夺者的目标真明确，要打破啦啦队干那查某的印象。Le message derrière les Pom Pom Boys, moi je trouve ça cool, c'est qu'on lutte contre la masculinité toxique.
争夺者是认为讲社会上是伤加女性的加油队员性别化，因穿细领搁短裙，为了改变这个现象，因故意要穿正暗的衫甲裙，装水水，练习的时阵嘛无限制，就是要证明，不管查甫、查某、少年的，还是老的，拢会当跳啦啦队。 Et on prouve que voilà, les hommes peuvent danser, on aurait dû s'en douter avant, mais c'est bien de le rappeler. Et on se retrouve face à des publics qui ont l'habitude de voir des pom-pom girls au mi-temps, et ils n'ont jamais posé la question qu'un collectif de pom-pom boys puisse exister. Ils bousculent les codes, et en même temps qu'ils nous font rire, ils nous proposent une petite réflexion. 这支加油队是成立10年外过去，大多数拢伫个骨练啊，也是出兵比赛表演。最近几档想要挑战更较困难的，到查甫的橄榄球比赛演出，同款是得到真好的回应。因希望讲透过这真活泼、搁真热情的舞，让大家知影讲性别气质毋是固定的，是有无限的可能。公司新闻市阮林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基隆到新竹对20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8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5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